这款琴的手感呢，它是模仿了斯坦威的那个手感，音色也是采样了斯坦威的音色。我刚才给同学们通过《九儿》这首歌就示范一下。所以说演奏级的琴的话，那你几千块钱你能买到吗？你买不到啊。诺德电钢琴那都是3、4万的，罗兰也要2、3万啊。那我这款琴呢是定制琴，它就是演奏级的效果，是吧？那现在我给同学们就是轻弹一下这个音色，你感受一下啊，低音区、高音区、中音区，它非常细腻，从低到高，厚重。高音区非常清脆啊。是不是非常厚重？